1984年夏天，香港一個30幾歲嘅女人抱住一個初生嘅男 BB， 餵奶氹瞓，日日錫到入心入肺，唔知嘅人仲以為係佢個仔，唔係，呢個 BB 係佢前夫同前夫而家個太太生嘅，即係話佢喺度湊緊嘅係取代咗自己嗰個女人嘅親生仔。你話荒唐，仲有更荒唐嘅。呢個 BB 出世嗰日，7月20號，正正係11年前，喺呢個女人張床上面斷咗氣，嗰個男人嘅死記，嗰個男人叫李小龍，呢個女人叫丁皮，而嗰個 BB 就係今日嘅向佐。各位街坊，我今日拆嘅呢單嘢唔係新聞，係一個講咗53年都未講完嘅故仔。今個月向佐喺義立競嘅訪問入面親口爆咗呢段童年。點知向太陳南一開直播，一句說話，成個故仔即刻反轉。嗰句嘢係乜？留到中段先講。仲有2張單，我今日一定找。第一，向佐俾人追問嗰陣，低頭講咗一句，有啲嘢冇辦法講出嚟，究竟乜嘢講唔出口？第二，成件事鬧到咁大，79歲嘅丁皮由頭到尾一粒聲都冇出。點解呢條先係全片最深嗰條問題留到最後？如果你中意呢啲拆到入骨嘅港圈故仔，訂閱掣就喺下面，費事你聽到一半唔見咗我。先講明一句規矩，今集涉及嘅嘢，向佐有向佐嘅講法，向太有向太嘅講法，邊個版本我都會原汁原味擺出嚟，唔會齋聽一面之詞。好故仔由1973年7月20號嗰一粒止痛藥講起。講向太反殺之前，你要先識丁屁。一講丁屁，好多人腦入面即刻彈出6個字：黑死李小龍嗰個。我話你知，你以為佢係疑犯，其實佢係一個被審判咗53年嘅人，冇法庭，冇律師，冇上訴，由26歲審到79歲。先講佢係乜嘢人。丁屁原名唐美麗，台灣出身，嚟到香港入邵氏。嗰個年代嘅邵氏係乜嘢概念？係港產片嘅皇宮。皇宮入面，佢係俾公司力捧嗰批女星之一，有樣有戲有星途。按方東升節目《真相猜情尋》嗰次專訪，佢係經周文懷識到李小龍。周文懷係邊個？嘉禾老闆，李小龍背後嗰個男人。即係話丁屁識李小龍，唔係坊間亂點鴛鴦，係空子正中心嘅交往。而丁 P 自己喺嗰次訪問親口承認，佢同李小龍有超友誼關係。呢句係佢自己講嘅，唔係我作嘅。一個女人隱居幾十年，去到70幾歲先肯喺鏡頭前認呢一句，你諗下呢句嘢喺佢心入面壓咗幾多年？然後就到嗰一日，1973年7月20號，李小龍喺丁屁九龍塘嘅寓所度話頭痛。按向華強後來喺自己視頻講嘅版本，佢話佢問過丁 P 成個經過，李小龍當時已經好瘦，兩個人喺客廳傾偈，李小龍話頭好痛，丁皮攞咗一粒止痛藥俾佢，跟住李小龍話好恐，想瞓陣入房休息，一瞓冇再起身。32歲，一代功夫巨星死喺一個女明星屋企。當年法醫嘅結論係腦水腫，指向對止痛藥成分嘅異常反應。呢個係官方講法，白紙黑字。但各位街坊，你話俾我聽，嗰個年代嘅輿論會唔會睇法醫報告？唔會，輿論只睇到一樣嘢，佢死喺邊個屋企。一夜之間，26歲嘅邵氏紅星變咗全港茶樓、報攤、街市人人指指點點嘅那個女人。事業即刻碎，星途講完。你想想呢個畫面，一個26歲嘅女仔匿喺自己間屋入面，唔敢出街，而嗰間屋正正就係嗰個男人斷氣嘅地方。佢每日對住嗰度房門，到最後按報道所講，佢要連夜走佬，避開記者。逃亡呢2個字係傳媒形容一個冇被起訴、冇被定罪嘅女人。而佢背負嘅罪名係全世界判嘅，除咗法律，
幾十年後，佢喺方東升個節目度講咗一句嘢，呢句我要原汁原味擺出嚟，話我俾咩毒藥佢食，頭痛藥又唔係我發明嘅，點解一定要賴我呢？你聽真啲，呢句嘢唔係嗌冤，係一條問咗50年都冇人答嘅數學題。同一節目，佢仲講咗一句更心寒嘅，佢話全世界妒忌佢得到李小龍，但佢話我唔想得到佢，得到一個傳奇，代價係做一世疑犯。呢單買賣邊個肯做？3年之後，1976年，有個男人唔理全世界目光，娶咗佢。呢個男人叫向華強，所以第一代向太唔係陳南，係丁屁。婚姻維持咗4年，1980年離婚。同年，向華強娶咗陳南，丁 P 就此淡出，篤信佛門，深居簡出。古仔講到呢度，好似好圓滿，一個苦命女人終於歸於平靜。但我話你知最詭異嗰 part，而家先開始，因為4年之後，1984年7月20號，一個 BB 出世，而呢個 BB 會令丁 P 同呢頭豪門用一種全香港都估唔到嘅方式重新綁埋一齊。呢個古仔最邪嘅地方係，佢唔係一單嘢，係3個7月20號同一個日期喺53年入面出現咗3次，一次比一次狠。第一個割嘅係丁 P，第二個綁嘅係向佐，第三個仲有10幾日就到，但今次未等佢嚟到，人已經先出咗手，逐個嚟，一粒止痛藥。各位街坊，你屋企個藥箱入面而家就有，頭痛食一粒，瞓一覺，聽日返工。全香港每日唔知幾多人做緊呢個動作，丁 P 做咗呢個動作，還咗53年。頭先講咗佢點樣一夜墜落，呢度唔重複。我想你睇嘅係呢個日期點樣變成一張終身單。李小龍走咗之後3年，向華強行埋嚟。1976年佢娶咗丁 P 嗰時，全香港邊個敢掂呢個女人？佢敢。呢段婚姻當年轟動香港。1978年，丁 P 為佢生咗個女向永恒，但係4年之後，1980年兩個人離婚。同年，向華強娶陳南，第二代向太上場。離婚嗰陣有一筆數，按向太陳南自己近年喺抖音講嘅版本，記住呢個係佢單方面嘅講法。當年定嘅贍養費係每個月5000蚊，而佢一個接手人家前夫嘅新太太，主動將呢個數加到每個月10萬，5000變10萬，20倍。1980年嘅10萬係乜嘢概念？嗰個年代，普通打工仔一個月人工先1000零2000蚊，即係話呢筆贍養費係幾十個打工仔嘅人工。向太仲補咗一句，呢句係佢原話，不是我們，是我會養他們一輩子。你聽清楚個我字，唔係我哋向家，係我呢個字，你而家記住佢，等陣會再返嚟，因為46年之後，同一個我字會用另一種方式出現。坊間仲流傳一個講法，注意呢個冇實錘，我認唔到。硬信源話丁 P 離婚嗰陣喺協議背面手寫咗一句祝你們幸福，然後帶住2歲個女搬走，乜都冇爭。真定假冇得證，我淨係可以話你知有呢個講法，信唔信你自己判。講到呢度，一個蒲團，一炷香，一個唔再出現嘅女人，古仔好似完咗。你以為最離奇係一粒藥，唔係，粒藥只係前菜。1984年7月，向太陳南懷住第一胎，預產期係7月26號，呢個日期冇任何問題，好普通。但7月19號突然發動入院，第二日7月20號 BB 出世。呢個細節係向咗今年6月喺義立競節目《言外之意》嗰4個鐘訪問入面親口講嘅。早咗6日啫，偏偏跌正嗰一日，李小龍死記11週年正日。各位你代入客向家嗰日嘅產房外面，呢頭豪門同丁屁嘅淵源，在場個個心知肚明。個 BB 喺7月20號喊出第一聲嗰下，你話嗰個房入面嘅大人係恭喜緊定係起緊雞皮？
而反應最大嗰個人唔喺產房，係丁 P。資深電影人文人喺方東升個節目度講過呢句，原話係淡。向佐出世之後，丁 P 小姐都覺得係唔係就係李小龍投胎轉世？你消化下呢句嘢，一個女人成世人被指害死一個男人，11年之後呢個男人嘅死忌，佢前夫個仔出世，佢望住呢個 BB，心入面諗嘅係咪你反咗嚟？跟住發生嘅嘢就係全香港豪門史上最估唔到嘅一幕。向佐親口喺訪問講，佢出世頭2年，日頭好多時間係喺丁 P 屋企度過嘅，夜晚返屋企瞓，日頭喺丁 P 度。網上一路傳向佐5歲前由丁 P 撫養，佢喺訪問度搖頭澄清，原話係頭2年事，但晚上是回家，即係話現任向太個仔。日頭係俾前任向太湊嘅，點解？向佐自己答咗原話，不是沒人看我，所以他看我，就是因為你說這個日子，因為個日子唔係冇人得閒湊佢，係因為7月20號一個女人湊住個 BB 錫佢，可能唔單止係錫佢，係錫緊佢身上面嗰個影子。呢樣嘢對 BB 嚟講係福定係債？向佐大個之後自己講咗答案，呢句係佢原話，他疼我多過我姐姐，我就很難做。我姐姐係邊個？向永恒丁 P 嘅親生女。你想深一層，一個阿媽錫前夫個仔多過錫自己10月懷胎生嗰個，而唯一嘅分別係一個生日跌正7月20，一個唔係。按報道轉述，向佐仲講埋一句，佢好少同家姐聯絡，因為覺得他親生母親疼我多過他，我覺得不好意思。一個日期，另一個仔女錯咗位嘅家庭，愧疚咗成40年。你以為呢個日子綁住嘅，淨係丁 P 同向佐2個？唔止，仲有第3個。7月20，2026年呢一個仲有10幾日就到，但今次未等命運出手，人已經先出咗手。向太嗰句嘢，而家原句奉上。今年嘅7月20係李小龍走咗53年正日，又係向佐42歲生日。呢個日子仲未到6月中，一段訪問已經先炸咗鑊。前2個7月20號係命運國嘅，呢一次係人講嘅。今年6月16號，葉立敬個新節目《言外之意》放出對向佐嘅4個鐘專訪。葉立敬係邊個？內地最出名唔兜圈嗰個訪問者，佢一坐低就直插，網傳你5歲之前係俾丁 P 撫養，係咪？向佐搖頭，澄清係頭2年夜晚返屋企，但佢冇否認最核心嗰樣嘢，因為個日子佢細個好多時間喺丁 P 屋企。訪問一出即刻發酵，網上愈傳愈大，向佐由丁 P 湊大講到似層層，跟住向太陳南開直播，各位街坊仲記唔記得頭先我叫你記住嗰個我字？不是我們，是我會養他們一輩子嗰個我。46年之後，同一個我字返嚟啦。向太喺直播入面一句說話原話係淡，丁 P 一天都沒養育過他，因為丁 P 女士是由我在養。你聽清楚呢句嘢嘅結構，前半句斬斷湊大之恩一天都冇，後半句先係真正嗰刀丁 P 女士是由我在養，即係話唔係佢湊我個仔，係我養緊佢。一句說話攻守易位，丁 P 喺呢個古仔入面嘅角色由恩人變反受養人。你俾佢錫過又點？你食緊嘅係我出嘅。我要講句公道，按報道向太補充咗，話丁 P 當年係偶爾帶向佐出街玩，屬長輩疼愛，講唔上撫養。佢仲聲明淡講，唔係想指責丁 P，係想糾正錯誤信息，費事丁 P 無端端捲入是非。呢個係佢嘅完整講法，我原本淡擺，但係各位，你想深一層出發點，就算真係好意。呢句嘢落地嗰下，力度係乜嘢？一個79歲被全世界審咗53年嘅老人家，最後連佢錫過一個細路呢一項都要俾人喺直播度更正，
而家兩個版本擺埋一齊，你自己睇。向左版頭2年是，但晚上是回家裏的，很多時間在他家裏，日頭喺丁屁度。向太版丁屁一天都沒養育過他，一天都冇。有冇人講大話？未必，你睇真啲。兩句嘢可能拗緊嘅，根本唔係事實，係兩個字嘅定義：湊同養育。日日帶你出街，氹你錫你，算唔算養育？定係要供書教學，日夜照料先算？一個仔記得嘅係溫度，一個阿媽計嘅係名分，兩個都冇錯，但兩個唔可以同時企喺個故仔中心。邊個版本啱？我唔判，呢單嘢唔到我哋食花生嘅去判。但係成個訪問入面最深嗰一下，唔係以上任何一句，而立競追問咗一條好狠嘅問題，淨係因為生日同李小龍忌日同一日，就可以令向太同意將個仔放喺丁屁身邊2年。鏡頭前面向左低低頭，講咗呢句：有些事情不能坦蕩的告訴他，沒辦法講出來。開場嗰張支票，我而家對發係淡。呢句嘢背後係乜？我唔會估，亦都唔應該估。網上而家好多人幫佢作答案，作到出神入化。我唔加入，當事人自己都揀咗唔講嘅嘢，我哋幫佢講就係作古仔。呢度係不講區，你哋淨係需要知一樣嘢：呢個家庭同7月20號之間仲有嘢埋咗喺度，埋幾深得佢哋自己知。最後公道話要講兩面。丁屁呢邊都有俾人詬病嘅位。1975年李小龍死後2年，佢親自主演咗一部電影，戲名直接叫《李小龍與我》。之後幾十年，2015年李小龍死忌當日出書《李小龍和我的舊時光》。2016年上《魯豫有約》首度公開警方口供，有評論質疑佢係消費逝者。每次現身都憑李小龍話題翻起輿論，佢自己嘅講法係為李小龍澄清真相。佢喺書入面寫過，佢唔在乎任何人點睇，佢只需要對李小龍一個人交代，係澄清定係消費，呢條數又係留返你哋判。但正因為佢過往每次都肯出嚟講，今次全城講到沸沸揚揚，佢反而一粒聲都冇。79歲嘅丁屁，點解今次唔出聲？最後一張支票，而家對，先講清楚分寸。截至今日，我搜遍公開報導，未見丁屁對今次風波有任何回應。所以點解唔出聲呢條問題，冇人有資格代佢答。我唔會作，但我可以俾你睇一樣嘢。佢過去53年幾時出聲，幾時唔出聲。80年代歡樂今宵，陳百祥當面尖銳質問李小龍死因，佢肯坐喺度答。2016年魯豫有約，佢首度公開警方口供。舊年方東升上門，佢肯對住鏡頭講頭痛藥又唔係我發明嘅，你發現未？佢出聲永遠係為咗一件事，李小龍。佢自己講過，佢唔在乎任何人點睇，佢只需要對一個人交代。而今次單嘢係乜？係贍養費，係湊仔名分，係邊個養邊個？呢啲嘢唔關李小龍事，所以佢唔出聲。呢個係我嘅推論，唔係事實，可能唔係，唔敢，係唔屑。為李小龍，佢可以俾全世界審53年，為一句佢係由我養，佢唔覺得值得開口。當然，亦可能純粹係一個79歲嘅老人家，攰啦。邊個答案啱，佢唔講，我哋永遠唔知。好，成個古仔行到終點，兩代向太並排企喺度，一個喺直播鏡頭前面，聲大大講係我養佢哋一世；一個喺無人知嘅角落，一粒聲都唔出。向太用10萬一個月去買一個講法，丁屁用53年沉默去守一個講法，最後邊個贏？我唔知，但我知大聲嗰個贏咗個場，唔出聲嗰個贏咗個謎。而喺呢行，個謎先係最值錢。回看整個故事，1973年7月20日，一個男人在他床上停止呼吸，他被審判了一生。1984年7月20日，一個嬰兒啼哭出世，
他以為那是命運的償還。2026年第53個7月20日尚未來到，同一個嬰兒已長大成人，親口說出往事，而另一個女人一句話收回了全部。一粒藥，一個生日，一句直播，3個7月20日，割開了3代人。最後送各位一句：偏愛從來不是禮物，偏愛是一張債單，收的人要還，給的人也要還。丁 P 還了53年，向左還到今日。好，古仔講完。臨走之前，我想問你哋一條問題。問之前，我先亮自己嘅牌。如果我係丁 P，我諗我會揀繼續唔出聲，因為講咗53年都冇人信，我唔會再攞自己嘅晚年去賭多一次。但係我知好多人唔會同意我，所以呢條問題交俾你。如果你係79歲嘅丁 P，你會點揀？A 出聲澄清，講返自己個版本，唔好俾一句佢係由我養，蓋棺定論。代價係一開口，全世界又會話你炒李小龍冷飯，食人血饅頭。B 繼續沉默，守住呢53年嘅修行，唔俾任何人再拖你落場。代價係後世提起你就淨係得返人哋嗰個版本。出聲係尊嚴，唔出聲都係尊嚴。你揀 A 定 B？ 留言區話我知，順便講埋點解。仲有今年嘅7月20就快到啦，呢一個53週年正日，丁 P 會唔會開口？我哋一齊等。如果你聽到呢度，證明你真係鍾意呢啲拆到入骨嘅深度古仔，唔係求其食2啖花生就走嗰種。但你更加要訂閱，因為呢個頻道就係為你呢種觀眾開嘅。我手上面關於向家呢頭豪門，仲有好多線未拆嗰位自創品牌，身家過億，極少露面嘅大家姐向永恒，佢講過一句嘢：依靠別人給的飯吃，始終是不夠香的。呢句嘢背後係乜嘢古仔？下一個主角係邊個？下集揭曉，我哋下集繼續拆。